黃埔花園2房1廳裝修家私38萬逐 part 睇。咁首先全屋嘅瓷磚咧就重新拆過再鋪過啊，就連工包料。咁廳房咧就包木紋磚啦。咁客廳呢度就訂做咗一組高身嘅組合櫃、鞋櫃同埋儲物櫃。廚房咧就訂做咗一個 L 型嘅吊櫃啦、U 型嘅地櫃，仲有一個高身嘅儲物櫃。廚房咧就用咗一個白色嘅石英石面啦。餐台呢個位置咧就做咗個維生板，上邊就做咗個吊櫃。咁嚟到第一間房啦，咁黃埔花園咧，因為係鑽石型嘅圖蹟啦，咁所以第一間房個衣櫃都唔簡單噶，係一個斜形嘅衣櫃，咁啊訂做咗個油壓床，床頭仲有一個高身薄身嘅儲物櫃啦。咁嚟到最後一間睡房，咁就訂做咗張單人床啦，咁床頭去到門邊咧就做咗一組曲尺嘅高身衣櫃啊。浴室就重新訂做咗浴室櫃啦、假天花啦、浴屏啦，啲磚重新鋪過。如果有興趣，可以隨時揾我哋免費報價設計。